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廣播道龍翔苑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喺1970年落成嘅龍翔苑係屬於上一代嘅公務員樓，即係單位實用見稱。今次介紹呢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1204尺。單位呢係經過業主重新裝修過嘅，好似新嘅一樣。依家我哋就係睇緊單位嘅客飯廳。原本呢露台嘅位置，業主就係將佢成為客廳嘅一部分。望到出去呢，就係望返龍翔苑內園嘅樓景。飯廳面積呢都相當唔錯嘅，可以擺到一張長形嘅大型餐台。呢一個單位3房1套嘅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門後邊呢都做咗個衣櫃嘅，房間有2邊窗。主人房浴室四正實用，做咗好多儲物櫃。沖涼嘅位置呢，而家改咗用旗杆。主人房隔離嗰間客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嘅。3間睡房之中呢，呢一間睡房面積最細㗎啦。客廁同樣採用旗杆嘅設計。飯廳後邊就係屬於單位嘅廚房。廚房四正實用，做咗好多嘅櫥櫃，提供咗基本嘅煮食爐具。而廚房後邊呢，仲有一個工作間嘅，呢一個位置就係擺放洗衣機最好嘅地方。工人房呢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，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隨時揾我。想繼續睇筍盤，留意我哋中原頻道。